法蘭西有聲好書推介。今日想講下溝通嘅影響力有幾大啊！溝通係讓到事情往好嘅方向去到進行。溝通係一門藝術，但係並唔係所有人都掌握呢一門藝術。好多人溝通嘅時候情緒唔穩定，有時習慣咁樣去到指責人啦，有時又會拒絕交流，於是時常就同人哋發生爭執。無論指責對方定係拒絕交談，都屬於無效溝通。無效溝通就係講唔到問題嘅重點，兜兜圈圈咗好耐，將自己激到不得了，但對方根本就唔知道你要表達嘅係啲乜嘢，問題完全冇得到解決。如果冇良好嘅溝通，咁無論喺親密關係、人際關係定係親子關係之中，我哋都會消耗人哋，都消耗咗自己。掌握一啲溝通嘅技能，可以保障你哋生活快樂。跟住落嚟5步嘅溝通嘅方式，能夠幫助你解決大多數溝通嘅問題。第一步就係必須溝通，拒絕冷戰。唔溝通嘅人習慣壓抑自己嘅情緒，如果你一直拒絕溝通，長此以嚟，自身嘅需求就一直得唔到滿足，對方都根本唔知道你係點諗，從而冇辦法俾到你幫助。當對方習慣咗唔同你溝通同埋互動嘅時候，你就變得更加難以表達自己，最終就進入咗一個死循環。溝通係解決問題嘅基礎。第二，話語主體就由你換成我。習慣喺度指責人哋嘅人，成日都會話：唉，係你讓到我太傷心啦，你點解咁樣對我？呢件事最衰就係你，如果唔係你，我哋都唔會。嗱，呢啲說話呢，都充斥住你呢個字啦。咁樣嘅句式係帶有強烈嘅指責同埋批評對方嘅意思，對方聽到之後會非常之唔舒服，於是更大嘅矛盾就會因此而爆發啦。將話語嘅主體由你換成我，就能夠有效解決呢一啲問題。第3個步驟就係表達觀點，加感受，加立場。陳述一件事嘅邏輯嘅時候，要同時滿足呢3點。我認為代表你對於呢件事嘅睇法同埋觀點，要直截了當，並且只係單純咁樣陳述事實，唔好附帶任何情感嘅色彩，更加唔好用攻擊性嘅言語對人哋嘅動機加以批判。就例如係，我認為你咁樣做並唔係最明智嘅，我認為呢件事你做得最好，我感覺係表達你由呢一件事萌生嘅情緒。你只需要簡單陳述自己嘅情緒就好啦，千祈唔好帶有任何貶義嘅成分，例如係我感覺好開心，我感覺唔舒服，我感覺心理唔平衡。我想係表達你嘅需求，即係你希望對方點樣做，你要求嘅一定係讓到對方喺行動上面作出改變，而唔係態度上面嘅改變。表達需求要清晰，唔能夠帶有任何保留同埋猶豫，更加唔好處處逼人。例如係你唔應該話唔好嬲啦，因為呢個係冇用嘅，情緒係唔受人控制。你能夠要求嘅只係人哋嘅行動，就例如係你先冷靜一下啦，我哋半個鐘頭之後再傾啦。呢一步最重要，前面所做嘅都係喺為到呢一步打好基礎。第4，要求必須具體而且能夠實現。你嘅要求越具體，對方就能夠容易滿足你嘅需求，你哋嘅溝通都就越嚟越暢順。如果你想讓到自己嘅另一半接你收工，唔好直接話你嚟接我啦，呢個唔夠具體。你應該話你喺夜晚6點半嘅時候嚟到我公司樓下嘅 coffee shop 去到接我啦。你喺提出要求嘅時候需要掌握好分寸感，啱啱開始只提一點點要求就好啦，唔好讓到對方太大期望，因為對方係唔可能一次過讓你滿意嘅。第5，俾出你嘅解決方案。當我認為、我感覺、我想嘅表達未能夠奏效嘅時候，你需要喺後面加上我嘅方法，即係俾出你嘅解決方案。你俾出嘅方法喺度話俾對方知，你哋兩個相互獨立嘅個體，你唔需要依附對方嘅存在，你有自己解決問題嘅方法。就例如係，如果你冇辦法打掃環境，咁我只好請一個喺屋企清潔嘅人啦。你如果唔接我，咁我自己搭車啦。需要注意嘅一個原則就係唔好威脅對方，你只需要向對方傳遞資訊就好啦。係咪使用呢一步，要根據事情嘅推進程度嚟定。如果前3步用完之後，事態已經向好嘅方向發展，咁就無需要再使用啦。以上書本嚟自情緒價值。呢一個哇，又係更加重要啊！呢個真係溝通嘅係一門藝術，係一門學問。呢樣嘢對我嚟講都係一個好好嘅學習啦。咁樣，因為呢就係有時溝通真係可以解決得到好多問題，但係大前提都係你要去到溝通得夠具體，講清楚你想點，唔好一開頭就指責人哋，就係即係
你想要啲乜嘢，你想點先？咁你自己講清楚咁樣，你嘅感受係啲乜嘢先咁樣？咁所以就係有啲位就係要學識溝通啦，呢個位先至係有解決到一啲所有嘅一啲嘅問題啦，就令到件事越嚟越透明度高啊！咁大家咪更加明大家咯，係咪先？咁所以就係我認為啦，我感覺，我想呢啲都係一啲解決方法嚟嘅，即係點樣開頭令到對方會舒服啲。開頭就冇 aggressive 咁樣話，喂，最衰都係你啦，乜咁樣。咁同埋要令到對方明白，就真係要夠具體啦，係啦，同埋你嘅想要嘅解決方案係點樣啦。所以就係我嘅方法就係啲乜嘢呢？係啦，因為所以咁，所以呢一個就係就好清楚咁嘅表達，亦都可以解決到好多人同人之間嘅一啲嘅矛盾啦。今集法蘭西有聲好書推介嚟到呢度，下集再見，拜拜。